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看呀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讲袂想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快活。奇怪，哪到这阵还袂来？不用，你要去上班啊啦，啊无袂赴哦。姨啊，我对你入来，我有真重要代志吼，要甲你讲。哦。不用啊，啊你讲有话要甲我讲哦，啊这样久啊，你哪还阁唔讲啦？是安尼啦，都啥毋着紧讲？我讲。姨啊，我要甲你求婚，你嫁我好无？哪这个时阵咧人求婚啊？人一点仔心理准备都无，今仔日卖啦。今仔日卖吼，无明仔载好无？明仔载？明仔载。哪有人安尼咧人求婚的啦？你敢讲唔知影迄个浪漫的气氛？浪漫的气氛，你知无？蔡叔，阿仔。老师。这连听过嘛捌听过，什么是叫浪漫的气氛啊？嘿，你是头壳听要挂号的？无啦，我来。先生你好吼，先生，请借问下吼，你学问较悬，什么叫浪漫的气氛哦？浪漫的气氛。老母哟！哎呦！你还讲唔走？我来用来找你哦。哦，yes。蔡叔，外口遐物件是毋是你搬出去的？是啊，我决定讲哦，要踮遮住落来。过几工啊，有一寡我的物件会寄来遮，到时麻烦你替我签收者。好啊。迄个护士李小姐，哪到这阵还袂来？手金姐啊，同我遮尔晚，哪安尼？快说！怪人。浪漫的气氛。
困到面啊！林某吼，都爱互伊福气哦，伊才会听你的话啦。啊，你若常常用吓惊的吼，伊就唔敢活你，会离你愈远啦，知无？秋金啊，秋金啊，秋金啊！免惊啦，免惊啦。啊，你有想要去上班无？我绝对袂放弃。啊，你无要放弃，你敢知影即摆几点？上班要袂赴啊啦！你的意思是要回去上班啊？啊不然，无要紧啦，安啦，啊有需要我才甲讲就好啊。对下你，对下你。紧起来，紧起来，去上班啊！安娜，是安娜。我脚麻去啊。哦，安娜，我爱你。来啦，紧的啦，紧的啦。安娜，摆卡往摆卡哦，为着要爱我某，拼这条性命我嘛甘愿。哈哈，我知影。好，总董，安尼好啦，咱就来决定好无？明仔载，吼，好，再见哈。真世界，哼，再新年来哦。嘿，阿美啊，汉强，来，你有出去啊？哎，无。阿美啊，啊是要讲田地代志哦。系啊。来，我好讲好无？啊是安怎？无啦，啊对好。阿姆，手金咧，伫卫先生上班啊。安尼就好。爸，咱昨昏讲的代志，你是毋通袂记哩的哦？哦，好，会啦，我会记哩啦。阿美，我出来。好啊，春仔啦，无我来吼。阿姆，有闲再过来。好。虽然水星也无头路啦，也毋过还有秋金仔伫咧趁钱，啊，你若着赶紧咧卖田地。啊，我着拍算讲哦，要叫水星啊，带这个树金仔去都市啦。看是台北、高雄、台中拢好啦。啊，这少年人留踮咧这个吼庄卡，永远嘛袂出脱。你讲啊，佫敢若真诶？迄大都市是车客车、人客人的，你哪有法度啦？你敢住会好？我也是干那要叫水星啊带树金仔去尔，我也无要转去。啊，这边哪会用你啦？你有遐少年的冒钱去啊？啊，放你孤单老人，才咧拖西人。我甲你讲，到时哦，你要哭无目屎。我已经拍算好势啦啦，等这个钱若传有的时候，我就要叫水星啊带树金仔去。你免替我烦恼遐济啦，紧的啦，田地紧甲我卖哦，我就真多谢你啊啦。阿美啊，老实讲吼，你这个田地吼，我是真孝想要买。但毋过凭咱两个交情吼，我要趁你的钱，我会良心不安。你是安怎讲？这个田地吼，佮过2年吼，就会起几啊倍啊。有影无？迄做生意吼，总是有伊的技巧伫咧啊。有真侪所在，我是不便甲你讲。安尼啦。假使讲你若是一定坚持要卖吼，啊无你卖我，啊到时你莫甲我怨叹。
少年人吼，唔知影咧急啥物，啊，去等1、2年，哪有啥物要紧，对无？的心无理由，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敢袂受怎担？痴心最后。最先无反对我继续做护士的工课，我实在是真欢喜。也毋过想一个真，我哪有啥物通好欢喜的咧？最先只不过是先甲我献一个喙皮，搁摕一块糖仔插伫我的喙，叫我莫哭。本地就是我的物件，伊抢去搁害我尔，我有啥物通好欢喜的咧？叫我拼你的房间啦，啊，我拼还袂好势，你等下较入去哈。哦，有够喙呆。我入来拼，来拼。蔡医生，春仔，你来啊？无，恁两个讲者，我先出来。用早出来等人吼，较有礼貌啦，嘛较袂耽误代志。爸爸，咱先回来休困啦，吼。好啊。
你有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敢袂受怎担？王先生，这张支票你先甲我收起来，安尼以后你也较好做代志。王先生，是安怎？你是嫌伤少是？郑丹，这张支票我袂用甲你收哩，也不过关于这土地买卖代志吼，绝对无问题啦。那假是安尼，这张支票你应该来甲我收起来。老实讲，本来吼，我听你讲你要来田尾村投资啊，对我来讲是一个趁钱的好机会啦。无毋对啦，最近啊，我投资这土地啊，趁袂少钱，啊嘛有得到一寡风声，所以哦，我会引起你误会。王先生，歹势哦。莫安尼讲，佮再讲啊，我来这所在买土地啊，毋管讲我内是有啥物款用意，我相信讲这田尾庄啊，也一定真侪投资客哦，来这安尼查我无煞煞。所以这代志哦，你最好是替我保守秘密，莫互人知影。这张支票你就先甲收起来，后壁中人钱啊，我会佮交赔互你。在心也请无着吼，也毋过你这个朋友吼，我是交定啦。假使讲郑丹啊，你若无去啊，我王友林这个庄卡人吼，哼，这个土地代志包在我身上，唉，这个工钱都袂大班啊啦。王先生，这几年来啊，我全世界所交的朋友啊，拢过是一寡生理盘。也若无是交我伫咧拼生理的啦，既然你讲我交着真知己的朋友，我就交陪你这亲密的朋友。好朋友，好朋友。要不然呢，我还佫有一寡代志要先来一办，另当再佫来拜访。安尼好，我散了。这个麻烦你啊。啊，这首敢好？你敢会介意？偷掠鸡嘛，就一白仔米，啊，就假搞无假慷慨，啥物连佣金啊都无爱通摕，唉，实在哦，愈想愈糟啦，惨啊惨啊！啊，答应阿美啊，讲叫伊莫卖迄块土地，但即马是要安怎对人讲啦？安怎啦？爸爸昨答应讲吼。叫最先爱老母莫卖这土地代志吼，爸爸即马无法度通答应你啊。爸爸本来就甲讲好啊，啊哪会知影讲迄个庄董事长吼，啊今仔陪去看迄块土地，啊庄董的别地无介意，偏偏就介意迄块土地啦。啊我毋知吼。莫讲啊啦，随在你啦，非得哦。嘛无啥物意思。啊乱啊！那你是搁安怎啦？无啦。毋对咧，你安尼昨暝无代无志，问我讲，你甲秋金仔啥物人较水？啥物秋金仔足可怜，足侪人同情伊。无啊！啊你来问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你是咧讲啥物人啊？就是你啦！哎，哪有可能啦？秋金仔是足可怜，我是足同情伊，无毋对啦。也毋过你也知影呢，你是我的查囝呢，那秋金仔是要安怎甲你比啦？哎，你到底是伫咧讲啥物人？你毋是咧讲我？哦，我知啦，我知。你莫有袂用啊！哦。爸爸哦，药袂着啦。你最近咱拢无咧看食药啊？安尼袂用哩咯。啊药啊，拢互迄蔡英山摕走啊，我无药啊通食啊。今仔日吼，蔡英山拄啊伫卫生县的门诊，你去找伊摕药啊，啊顺续甲警告，警告讲吼，叫伊吼袂用你对手机啊，佮比你较好哩。啊若无吼，爸爸先甲收你哦。
哎呦！